台北车头有女性食酒醉互操打，检方今仔日甲嫌犯起诉，求判7年刑期。日本答应美国增加国防预算，双方签协议，包括系统合作和关税投资。白罗斯的空飘气球不时来乱，立陶宛宣布要叫军方甲拍落台，封锁边境。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陈怡晶。新闻头起先来看台中5册低调逼出非洲猪只，那像是消毒甲无够清气，哪个伫咧低调验出阳性啊？台中市府是赶紧过去消毒。若这关键人物姓王的受益者已经走出国啊，目前还未抓到人。为半暝到日时防疫人员2届进入营地场消毒。台中市5册区营地场发生非洲猪只，经过台中市政府全场消毒了后，也伫同一场所验出2个环境病毒阳性反应。农业部认为消毒无彻底，市政府27半暝到28晚间中昼，搁进场消毒。非洲猪瘟的对环境的抵抗力非常强，那所以我们去看环境里面，如果这样经过消毒，还有残存的病毒存在，那表示清消做得不够彻底。针对营地场猪死几只，台中市政府为一日开始讲117只，佮讲是78只。农业局表示，操作是猪农并记伫讲的，加化这场资料核对了后才确认。23通报台中市动保处，猪无正常死亡是放射杆菌핵膜肺炎专案关键人物。姓王的受益者心系信检要抢业务，市政府无愿意证实。不过已经伫代志发生了后出境，目前也佮你联络。他出境的时间是在我们这个公布那个阳性反应以后出境的。台中市环保局27下晡宣布，除了文山后里沙拉无放射安排场提供饲猪的喷紧急气化处理以外，嘛开放业者送文山甲乌日焚化厂处理。行政长杜英泰28时点名台中，应该全面改进喷的气化场地。现在所有厨余去化的场地，必须要全面、彻底、有效的完全改进，绝对不容许对于环境再造成2次的伤害，尤其是台中，一定要做到全面有效的改进。如果没有办法透过原来收运的方式清运，则可以联系环保局清洁队协助收运之后，以肥料化或者是能源化的方式处理。台中市长罗秀燕28因为主持市政会议，无出席非洲猪只记者会。市政府表示，下晡已经把一条完整报告给中央，提供后一阶段防疫政策做参考。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民进党立委沈碧荣，去年去互中国列入去台独名单内底，但中国指控沈碧荣建立乌心学院，涉嫌分裂国家，要立案侦查。若沈碧荣是讲伊无咧惊。立委会表示，这中国恶法是管不着台湾。对沈博阳涉嫌分裂国家犯罪立案侦查，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中国官方媒体央视插播报道，重庆市公安局发出警政通报，指控民进党立委沈碧荣发起建立乌心学院，涉嫌分裂国家罪，决定立案侦查。对此，沈碧荣回应：袂安尼就惊。这已经是不知道第5次还是第6次了，直接用这个刑法以及国安法来做这个所谓的侦查。也就是说呢，他以后呢其实是非常有机会在境外来做相关的逮捕。但我要警告这个中国很可惜的是，不管是我还是台湾人，我们都是没有在害怕的。沈碧荣回说，中国以刑法甲订毒22条发动侦查，后一步可能就是通缉无出席审判。立委会主席邱水正严正谴责中国行为，也强调中国的管辖权无到台湾。中共以所谓惩毒22条这个恶法，对我们的国会议员罗织入罪，我想已经逾越了文明法治的底线。在我们中华民国宪法之下，我们的国人有免于受到这个中共跨境镇压的迫害。我们会全力保护国人的安全，针对每个台湾人进行恫吓跟分化。我们知道他的用意，我们不会上当。其实今年10月到6月，中国公安也分别针对咱国防部政治局、
新战大队甲驻通电军发布赏金通缉。库水情指出，中国订读22条，包括终身追诉、当手铐管辖，搁较会当没收财产，连累家庭，相当甚至判死刑，想要制造心理惊吓的效应，呼吁民众去中国爱提高警觉。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前一阵台北车头有一个通缉犯，趁人查某食酒水共操打，检方侦办了后，今仔日甲这个嫌犯起诉，求判7年刑期。旅客坐落来休困，警方伫现场注意上，若是有人倒落来，随过去囥倒，壁面嘛打广告，除了中央大厅，其他的所在禁止坐喺涂骹。真侪人来来去去的台北车头，有关规格咧维护，因为像是进前的10月初9爆发性侵案，经过检方调查，二被照趁机会性交罪罪嫌，甲犯人的涉款的查甫人起诉。检察官依刑法趁机性交罪、公然猥亵罪提起公诉，向法院具体求处有期徒刑7年。北检查出社区的查甫人，伫犯案进前是和被害的外国籍的查某人和过来的家友做伙食酒，但被害人有意识的时阵，已经明确拒绝伊的肢体动作。嫌犯出伫家友离开了后，趁查某人酒醉无意识，将甲性侵害。尤其社区的查甫人犯后的态度，伫警讯的时阵承认，警早的时阵佫好认，互检方批评真恶质。监视器的一些死角可以避免掉的作为，我们会演绎吗？因为那个战区辽阔要怎么来设置，或者是那个我们还要演绎。因为案件发生在人真济公共场所，互车头的公共安全引起讨论。代替和铁警这单位加强安全联防，提关键警率，提出真济项强化措施，嘛当地建议改善监视器材设备，防堵治安死角。事务当中有蛮多的公共场所，这些犯罪人知道哪些的那个摄影机是哪些死角。那如果有一些可能类似厕所里面的一些求助铃，这也是不错。发生在台北车站大厅了哈，也凸显出治安死角跟公共冷漠的问题了。那我也要提醒说，营造这个友善路人的社会气氛哦。学者和妇委会唔那是做伙建议全面检视公共空间的安全监控，而且这案件阁是价值外分，才有人主动帮助报案，嘛点出营造友善过路人社会气氛的重要性，避免出现旁观者的效应。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诈骗集团有影是出头真侪，搁真创手。即马是假做警察要办案，打电话互民众做笔录，爱人转销。另外，有诈骗是假做这宜兰县社会处的名册，或者是用假网站要拐民众个资投入信用卡。穿警察的甲倒啊顶放警察的帽啊，场景敢若是伫个警察局。这个和民众视讯的人，其实是一个假警察，为着骗民众，对方阁提出假的原警证。顶管写讲高雄市警察局刑事警察要替伊线顶做笔录。到一个很紧急的时间，他说什么因为他现在查到什么你们有基地异常，那你如果没有在下午几点之前先去做处理的话，那有可能什么账号会被冻结什么的。民众迄当阵人是伫个台中，一开始接到唔知是谁卡来的电话，讲是民众伫个高雄出现几笔无正常的交易，必须限时赶到高雄来做笔录。民众无法度去，则佫假讲会当转接专人到做线顶笔录。当事人感觉奇怪，甲电话挂掉，确认这是诈骗。检警绝对不会主动来电要求转账、交付提款卡或提供账号密码，也不会透过视讯通话或者是视讯制作笔录的方式。有民众反映讲，这宜兰县社会处名册 Face 专业最近是出现另外一个共名的小号，只是人数较少，原来是诈骗集团设的，想要借宣导来骗人点连结，来摕到个资也是信用卡的号码。只是今麦网络的诈骗这么多，恐惊互弱势是陷入更较深的困境。到社会处的网站啊，也做得一模一样，那会误导更多的弱势的家户踏入这个陷阱。财政部嘛，互诈骗集团假作真侪间电子支付的网页，请民众登入假网站输入个资，佮假用财政部的名义，寄这种港骗的钓鱼 email。治安专家提醒讲，要分辨假的也是真的，会当伫网页顶悬点选赖连结以外其他的连结也是选项，确认讲敢会当运作。若是完全无功能，也是无法度运作，都是假的网站。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美国总统 Trump 访问日本，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谈。日本答应要甲国防预算9到 GDP 的2%。另外，双方有签2份协议，内容是包括系统合作和关税投资。
挂美国国旗的运输机伫日本约古斯加的驻日美军基地核动力航母交伫华盛顿河顶悬降落，无偌久就看到美国总统川普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做伙出来。川普访问日本的第二天，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会谈。川普捌伫头一届总统任期真侪届来日本访问，甲前首相安倍晋三交情袂歹，做伙拍高尔夫球。即马是伊第二任期头一届来日本访问，会谈中佫定来讲到安倍。Shinzo Abe was a great friend of mine, and I was very saddened to see what happened. It was so shocking. 稍微高市早苗送一支安倍的高尔夫球锤，也有日本职业高尔夫球选手上山英树的签名球袋啊。尾仔进行双边会谈，高市早苗表明会重振日本的强势外交，甲川普共创双方新黄金时代。同时，针对川普认为日本国防预算负担伤少，表示会增加国防预算到 GDP 的2%，希望争取美国理解日本加强国防能力的政策。啊，那川普伊是承诺，若是日本有需要，美国一定会尽全力支持。I have always had a great love of Japan and a great respect of Japan. And I will say that this will be a relationship that will be stronger than ever before, and I look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you. Anything I can do to help Japan, we will be there. We are an ally at the strongest level. 虽然会场外记录有民众抗议，啊，毋过高市早苗伫会谈后，也是甲川普签订日美关键矿物的合作要点，甲美日同盟黄金时代的2份协议。其中矿物合作的协议是针对美国关键矿物甲稀土供应链的不足，一定180天内举行相关部长级会议。另外一份协议代表双方也搁伫咧协商关税，甲对美国的5500亿日票投资相关细节。伫短时间甲北韩绑票认职的日本家属会面了后，川普甲高市早苗去约古斯加的美军基地慰问鼓励驻日美军，互外界认定是表现美日同盟的威慑力，牵制中国伫印太地区一直增强的海军力量。公司新闻陈思彤编译。白罗斯走私分的空飘气球不时飞去立陶宛，地属立陶宛的机场暂停运作几届啊。接到这立陶宛的政府是同意，叫军方把气球拍落来，和白罗斯的边境也关起来。另外也要求北约就要斗想办法。维尔纽斯机场伫立陶宛的位置偏向内陆，离白俄罗斯边界无到30公里。根据外电引用立陶宛官方消息，最近几摆有大量的空飘气球为白俄进入立陶宛空袭。除了误入大量走私分，也影响维尔纽斯机场的飞行安全。机场被迫暂时关起来，影响旅客人次少数千人，这是9万人。过去也捌安尼暂时将边界关起来，也毋过状况无改善。立陶宛政府决定除了授权军方拍落气球，也无限期关掉陆地边界。Jau dabar pasiruošę esame sprendimą neribotai uždaryti sieną su Baltarusija ir su tik tam tikrom išimtim. Tai reiškia, kad diplomatinis paštas galės judėti, taip pat mūsų ir ES piliečiai galės iš Baltarusijos patekti pas mus, bet visas kitas judėjimas bus uždarytas. 虽然立陶宛的雷达侦测证实，这气球确实是来自白俄罗斯，也毋过这气球黄叶的多数拢是走私分。对此，立陶宛甲欧盟都算无其他的事情，有关确定是白俄罗斯配合莫斯科当局对立陶宛等北约国家发动所谓的混合战。对立陶宛的做法，白俄认为空飘气球黄叶走私物品属于刑事犯罪，无应该犯政治化。立陶宛单方面关掉边界是对邻国的惹事。除了空飘气球，俄乌战争引起关注的重大议题，就是无人机。两个交战国拢指控对方调工用无人机针对无武装平民发动攻击。也毋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新的报告显然采信乌克兰方面的讲法。报告指出，伫扎波罗热地区的涅伯河战化，俄军无人机有计划针对平民客家发动攻击，表示当地居民面对道理家园之苦。公司新闻齐家人编译。非洲国家喀麦隆总统大选，这回又阁是现任92岁总统选调，这是伊第8届做总统，这回是做到99岁。有民众感觉真野生啊，就抗议选举黑箱，上街头示威。soit 53,66%.
宪法委员会宣布，柯麦隆12号的选举结果，今年92岁现任总统比亚赢得票率35.19%败第二的对手贝克瑞，连任第8届，延续伊自1982年以来的统治。新的7年任期，可以会当掌权一直到要100岁。贝克瑞牵接这项宣布，叫民众出来抗议。Le président Paul Biya a arraché notre victoire et nous le peuple que nous réclamons notre victoire. Et déjà, ils nous ont tellement programmés. Nous sommes fatigués pour lui. On amène le Tiroma. Il faut que le Tiroma. 选举结果公布了，科麦隆有几个城市发生冲突，尤其是商业中心杜阿拉，一个北部城市加鲁阿，有人甲路封起来，放火烧车链啊，报道讲有人死亡，200人被掠。Ne va pas être un mandat de bon augure pour la société camerounaise qui. 非洲联盟认为这边的选举大致上符合标准。由8个当地民间社会团体所组成的联盟讲，这边选举有几多项无啥正常或者是违规的代志，亲像死人投票，也有做票。柯曼龙政府讲，这边选举过程有超过5000位国内外观察员协准来监督。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人讲今年上强的5级飓风米丽莎，就要扫入加勒比海牙买加。当地政府下令撤离，不过有的人惊厝内着贼头，唔愿走。另外，这范围宽流风雨真猛，海底上无有3个人死亡。有的居民讲，除了坐咧等死，就无依法啊。荷兰封作今年地球上强的风台美丽莎，以正慢的速度经过加勒比海，佮已经第2次升级到上悬的等级，真危险的5级风台。美丽莎伫行向牙买加途中已经造成北加勒比海7个人死亡。美国迈阿密国家风台中心表示，美丽莎的风速是每点钟280公里，以每点钟4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移动。为1851年有记录以来，牙买加毋捌拄过遮尔强的风台，伊的风力范围比规个牙买加的面积搁较大，而且东部部分地区伊的降雨量有可能达到760毫米，差不多是年平均雨量的1/3。牙买加总理霍尼斯下令南部居民撤离，不过有一寡居民因为烦恼会去拄到抢劫拒绝。The hotel they've given us lots of advice about what to do, barricading the windows, trying to put mattresses up against them. As an emergency, diving into the bathroom or into the shower if it gets really bad and the windows blow out. No one's circumstances going outside or opening the windows. I mean, a lot of stuff is kind of obvious, but again, for us Brits here, it's unprecedented. 另外，美丽莎的外围环流已经对加勒比海岛国海地造成灾情，至少3个人死亡，也搁做大水，桥嘛规个毁损。Kakak voi. Mandam tu, nous pas gagner pour nous vivre. Si grand cyclone n'a passé dans le monde d'Amali ensemble à vivre cette situation là. Mourir nous nous pas gagner pour manger, pas gagner pour nous vivre. Si monde, madame, famille, attend nous, ou pas gagner la main, pour la côté, tout une balle capturée, ou pas qu'à déplacer, c'est manger là, travailler là, mourir là. C'est sortir là, entrer là, arrêter là. 根据路透社报道，海地是因为当年有乌道暴力影响，煞变真散赤。海地政府表示，南部地区有超过3650个居民搬入去临时避难所，而且往回南部的航班甲船拢全部暂停。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APEC 峰会伫咧韩国起过，台湾领袖代表林信基讲要行销台湾的半导体甲 AI， 向国际来投资。另外，美国总统川普要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这美中台3国之间的关系变化嘛引起关注。2025年，韩国 APEC 就位在韩国古都庆州，不少旅客和参加者呢都是在釜山金海机场入境，可以看到现场呢挂起不少相关的装饰，而迎宾人员也穿起韩服。嗨。对机场的大厅开始就做好准备。2025年韩国 APEC 开始正式开始，台湾领袖的代表总统府主席林信仪嘛在活动开始第1天下晡到遐。随着庆州的花轿热烈的欢迎，林信仪和细汉查某囝林文轩做伙去，这嘛是伊第3摆担任领袖代表。最近进前嘛特别强调要向世界推销台湾的优势。总统特别希望能够传达的我们的任务，能够把台湾分享说明我们在每一个领域的特色跟我们的优势，特别是半导体、AI。我们的智慧医疗
中小企业，希望能够呢来推销台湾，吸引投资，那么促进交流，也进一步来提升我们在 APEC 的地位。另外，感谢和各国的代表见面，敢会讲到美国关税的议题，林胜基拢无直接回应。代表这次会不会跟高市早苗走上来见面？代表这次会在什么谈到关税问题？观察 APEC 的议程，30日召开商务部长记者会，代表是包括高雄园区的主管机关、各国会主委吴成文和经贸办总谈判代表尤丁尼，会说明台美关税谈判议题和去美国投资相关。sau落来，阁有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0日要伫场边会面。议程上尾2天有回答执行长吴仁坤的演说和经济领袖会议。台湾领袖代表团下榻饭店周边挂起红布条，做好预备。除了总统府资政林信义，外界也关注经贸办总谈判代表杨珍妮是否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这回有机会互动。各国经济和政治领袖拢来到这，美中关系伫即摆进展和变化，每一项拢牵动地缘政治。外界持续关注台湾所来面对的国际情势。公司新闻韩国报道。讲到欧洲国家捷克，伫咧国际是真支持台湾，嘛伫台湾办真侪基本交流。来看政治大学斯拉夫基系是台湾第一个开捷克语相关的学系，逐年伊拢会办捷克节的活动。那今年是以捷克头一个总统做主角，要互大家更加了解捷克的民主政治。Vážená vládo, vážení hosté, rád bych byl dobrým prezidentem. 纪录片讲明哈维尔记录1992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政权解体了后，捷克第一任总统哈维尔上任以后的每一天，伊是反霸权的铁学家、戏剧作家，嘛是反共产主义者。伫前总统陈水扁任内捌来拜访台湾，咱嘛颁勋章，予伊感谢伊公开挺台湾家己的韩国。当第来届捷克日特政大的系列活动，嘛要放这出纪录片，互更加侪人了解捷克的民主政治。It's like a royal throne. Havel sitting on it, representing the power, yet laughing. And the quote says, "Being in power makes me permanently suspicious of myself." This is Havel. So I hope that the visitors can learn more about him, because for us, for Czech people, he was such an important figure, and I believe that also he w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moral figure of the 20th century in Europe. 捷克嘛，甲政治大学斯拉夫语文学系共同规划特点，完整呈现捷克前总统哈维尔的一生，见证捷克走向自由和民主的过程。系主任表示，率来活动也跟有捷克舞蹈工作坊和论坛，希望透过学术交流，了解哈维尔对当代社会的影响。拜喜，我们会有一个很盛大的论坛，我们邀请了捷克的学者，还有台湾的学者，总共有6位，然后我们会去讨论大家对哈维尔的形象的想象是什么，对于当代社会还有什么样的影响。捷克的一整大嘅系列活动，自治被开幕当中2礼拜。系主任表示，捷克和台湾在历史和民主化的过程有真侪相像的所在，希望透过这样活动，通促进民众对捷克的了解。记者卢尚珠、郑准由台北报道。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陈怡芝，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